各位會友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故事。呢個故事裏邊講述一個年青人，佢個名叫做龍劍飛。如果大家有翻上一年資嘅話咧，都聽過呢個名㗎啦。佢就係粵語長片、粵語殘片、小説或者故事裏邊一個男主角。龍劍飛。話說，當佢初出道嘅時候，佢就去咗柳家莊拜柳莊主為師，但係得唔到師傅嘅器重，佢始終都唔能夠得到呢個一招半式。最後佢都係離開咗柳家莊。喺機緣巧合之下，佢俾一隻神雕帶咗喺一個山洞。佢見到火雲邪神古漢雲，原來火雲邪神古漢雲已經隱居咗60年。60年前喺武林上有一個大決戰，佢哋各門各派為咗爭奪呢個武林盟主而互相廝殺。正所謂武林裏面亦都有唔同嘅派系，有一邪、雙飛、三絕掌。一邪就係火雲邪神古漢雲，雙飛就係九朔飛靈柳飄飄，同埋無定飛環孫碧玲。三絕掌就係天地人三魔。霹靂天魔應收陽，極地地魔查百川，仲有嚴九州呢個絕地人魔。喺呢場大決戰，火雲邪神將所有嘅人全部殺晒，但係佢自己都重傷，甚至無雙眼失明。直至到龍劍飛嘅出現，佢就收咗龍劍飛為義子，佢仲教咗龍劍飛8式嘅如來神掌。龍劍飛就參透咗呢8式嘅如來神掌之後，就練成咗第9式萬佛朝宗，最後再闖高峰，佢練成咗第10式普度眾生。故事就嚟到呢度啦，大家覺唔覺得會唔會有啲峰迴路轉呢？各位會友，呢個故事同我有咩關係呢？我而家要講啦。話說38年前，我啱啱開始入保險行業，我亦都係初出茅廬。我第一間嘅保險公司係友邦保險公司。我入到呢個團隊嘅時候，我會發覺，咦，點解全部都係女將嘅？只係得我一個男生。我個團隊經理綽號叫滅絕師太。喺我前邊仲有18位師姐，簡直就好似唐三藏誤闖女兒國一樣。我只係短短逗留咗2個月，我就急急嘅離家出走啦。點都好啦，後來我經一位老朋友介紹咗去當其時嘅國衛保險，而家叫安誠保險。我又參加咗一個團隊，咦，原
原來呢個經理又有綽號嘅喎，叫一般保險王。哇！我跟呢個師傅就勁啦，佢就教識咗我如來神掌8式一般保險嘅知識，令到我揸住呢8式嘅如來神掌行走江湖，獨當一面。最後我亦都練成咗第9式萬佛朝宗。我同我嘅拍檔開設咗一般保險公司嘅代理。10年之前，我仲再練埋第10式普度眾生。我每一個月都開班授徒，我希望能夠將我所有嘅一般保險嘅知識教俾同事們。各位，如來神掌唔單止係10式，我正喺度研究緊第11式。欲知事後如何，請睇大結局。如來神掌大結局，多謝。